这小丫头说的也对，愿意入这局的留下，其他的人可以清场了。那小子，老子在此帮你多时了，识相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休怪我不客气了。对，交出来！把绝世武功交出来！绝世美女交出来！还有绝世美女！绝世美女给我交出来！绝世美女，交出来！交出来！有趣，这些人连那黄金棺材里装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敢来凑这个热闹。大师兄，我们要不要趁乱？那个白发御剑的人，我看不出深浅，还是静观其变。聒噪！立即交出来！快交出来！快点！大师兄，你刚才看清他出剑了吗？我只数到了第3剑，之后就完全看不清了。啊，这么说的话，恐怕我和唐莲都不是此人的对手。想要对付他的话，这2天我清理了许多杂鱼，想不到漏网的还有这么多。这些天涌入三顾城的人很多，但是离奇消失的也很多，莫非是……为了给唐公子省些麻烦，多余的人我已经帮唐公子去除了。说的好听，不过是先把和我抢的人杀了，我再来抢。也是这个道理。那可是雪月城的东西，阁下真的做好决定了？哼，看来你并不知道自己护送的是什么。那并不属于雪月城，只不过你们动作比较快，先拿到罢了。阁下或许弄错了。现在这美人庄内最重要的事，乃是在下的赌局。如果阁下对我的赌局没有兴趣，那么就请移步吧。